以如我兄弟吼，以如为兄来行，来我人做好。咱中庸就是种个内底当中有即项去讲，自性明为之性，自明行为之道，行之明，明之性，为天下之至善，为人尽之性，人尽之性，即尽人之性，人尽人之性，即人尽本之性，人尽本之性，即可以，这个暂时的情况中，即可以。即段话，就来讲自性明之性，自性明之道。包括了成绩明明即为天下之至善，咱一定发现个注意，迄个善甲至善，迄两个对，迄两个善，迄两个无相像。迄个至善甲一个智，迄个对象较无相。两善，咱讲迄个人遮善，迄个人至善。大家知道在明明在知明，在哪？知有至善，对无？迄个至善，伊就是讲定个善。迄个善就是讲，迄个至善靠救赎，迄个救赎的善叫做哪？迄叫做德。至善的善，至善的善叫做德。咱若一般定善，后壁有一个叫做恶，善恶这是对立的物件。但是至善内底当中很多对立嘛。所以那个至善叫做作为，叫做作为意思。所以因为伊无对立的物件，理善甲恶啊是对立。所以咱今日看到，咱中庸内底当中，拢有至善，来讲明中庸即款道理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来讲嘅，自性明即为善。